波兰前内政部正副部长洪指控贪污造污，拒绝逮捕美伫咧总统府，警方又话硬入去抓人。德国火车工会争取福利超袂罢，罢工3天。法国警察坐双层巴士抗议政府对奥运的警力规划无清无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后日特别总统大选啊，咱即阵先来看3组候选人对两岸议题态度。国民党侯友宜是强调讲，若是伊当选，任内是要去卡统一的问题，讲台湾都要行伫咧中间的路线。民进党热情就是警告讲，若是继续照9二共识，落尾台湾就会变甲香港同款。也若是民众党官问题是认为讲，台湾爱先自主，才来讲两岸和平。花风新北的本命区车队扫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加强陆战要告票。10日早起，佮承办国际记者会，讲两岸议题。侯友宜讲，若当选，任内袂去卡统一的问题。在我的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无论习近平是什么一个状况，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但前总统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讲法是引起大家的讨论。马办阁证实侯友宜选情之夜无邀请马英九，逢质疑咧插关系。侯友宜讲尊重党中央和警总的规划。民进党的赖清德新德车队扫街告票，讲到过去8年执政的成绩真好，会伫蔡总统的基础上继续来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伊嘛上准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言论来发动攻势。赖清德讲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已经被习近平多次公开定调为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换句话说，9·2共识这一条路走到底，台湾就跟香港一样了。你说要相信谁？要相信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值得自己相信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啊！但是没有说一开始要先相信别人了，这个太危险了。民众党的郭文铁到新北车队扫街，针对找到国防部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但是英文说出错。郭文铁认为讲，政府登基以来，就是逐工拢伫咧应付新闻，毋是在解决问题。伊讲政府无可能无做毋到代志，但是重点是要有反省改进的能力，检讨问题，而且找到解方。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咱国内民众关注选情，国际嘛真关心。是因为这规个选举的结果是牵动印太地区的局势，所以讲有民间团体就邀请海外华人组成一个大选观选团。另外，风声讲美国总统拜登伫咱选举了后，是会派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台湾拜六总统大选结果，恐惊会直接影响到规个印太区域的局势，国际拢真关注。长期研究关心两岸政治的台北市市民协会邀请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等的华人自媒体，组成台湾大选的观选团来观察这场选战。这些受邀请来的自媒体创作者，嘛有针对香港的局势、台湾民主选举发表看法，嘛有批评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所发表的言论。他说：“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并不重要，我们在两岸关系上必须要相信习近平。”这是什么话是吧？为什么在两岸关系上必须相信习近平？难道打不过的话就只能选择相信吗？对吧？如果一旦真的台湾也被中共拿下的话，中共一定会撕下他的面具啊！观选团自宣告来到台湾拍算要到选举结束了后1月10日才会离开。台北市市民协会伫拜四嘛邀请因同齐来召开记者会，受邀请来参与的来宾嘛包括周兴成。伊表示，咱国选战正受中国TikTok的影响，面对这款认知作战嘛，爱用自媒体的力量来对抗。其实4年前香港的事情对台湾2020年的选举影响很大，不过人很健忘啊。现在台湾人好像很多忘了这个香港发生的悲惨的事情。当然，这个中共一直大量的用媒体，尤其是像这个短影音来淡化台湾年轻人对香港的记忆啊，所以这次主要的这个问题还在认知作战。
周兴成嘛指出，目前台湾伫咧经济上一直透过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来对抗减少中国影响，所以伊认为中国会继续加强用文化认同媒体影响力来进行统战。周兴成希望这届大选台湾一定爱保掉主权，一讲刷水有民众伫边啊呛声。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上战场吗？上战场是为什么不你要能保持现状呢？你不懂，你不懂。我什么叫我不懂？我只是关心我的孩子而已。面对中国三不五时就以武力经济等方面威胁台湾，台湾主权和台海关系一直拢是台湾选民袂当闪避的议题，嘛是国际关注的重点。当然，这也是未来执政者上大的考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我来看波兰的政治消息，前内政部的正副部长去互指控造乌贪污，转秘伫咧总统府记者逮捕。不过顶一日警方依然是硬入去抓人，这阵因两个是开始唔食抗议。也若是总统杜达，是讲这人若唔甲放出来，伊就袂准入煞。主张右派民粹主义路线的法律正义党，调集将近200个示威群众，吹杀组织伫华沙国会大楼门口，抗议警方按总统府移监2个前政府官员逮捕入狱的事件。But these jailings are illegal. They are political prisoners in Europe. So we have war in Europe, and now we have Tusk joining the club of Putin and Lukashenko in Europe. This is scandal. 法律正义党时代内政部长卡明斯基甲副部长瓦西克，去年选后互法院裁定，要为2007年领导反贪污办公室的男官作为服刑2年。双人互控告撤回假贪污案，陷害一个高级官员的名声。不过卡明斯基认为伊无解释，拒绝承认法院的判决，讲总统杜达伫2015年已经甲因2个赦免。嫌因2人拢是法律正义党。伫警方去因的徛街要执行逮捕令的时阵，主动邀请卡明斯基甲瓦西克进入总统府内的杜达，随即召开记者会，讲对事件的发展感觉真着惊，表示对因2个人互放出来，无者誓不甘休。Chcę Państwa zapewnić o jednym. Ja nie spocznę w walce o uczciwe, sprawiedliwe państwo polskie. 新联合政府的总理杜书记随后嘛召开记者会，讲总统使人无法度相信，强调一定要尊重法院的判决。暗中指总统杜达伫协助一寡人盗闪正义，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零丁半岛大地震，国家级的古迹总持寺总院，也有零丁玻璃美术馆的艺术作品拢受损伤，这文化财产的损失真严重。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南韩官方的数据，2023年南韩7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631万，是头一届超过20几岁的少年人口，显示南韩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英国《Times》报道，罗西亚反对派的头人纳瓦尼，被刷去关入咧北京，这阵头一届用事实出庭，伊是讲伊定定去互违规监禁。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南非政府去年底向国际法院提出控诉，指控以色列伫咧加沙甲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国际法院今日开听证会。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奥斯汀隐瞒家己调研开刀。共和党的众议员就以危害国家安全做理由，要求伊落台负责，若无就要甲弹劾。中国昨日发射卫星，咱国来发防空警报，引起大众更较关注太空发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科斯就指出，太空是未来军事行动的关键。虽讲即阵中国是一步一步咧加强因的太空能力，敢若是2023年，这太空发射到66届。美国太空司令部切实进行指挥官交接，将指挥权移交予太空军的上将怀廷。国防部副部长斯科斯出席仪式，会中谈到目前俄罗斯甲中国拢伫发展太空的相关技术，要削弱美国甲西方国家的优势。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space and counter-space capabilitie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a broader strategy to challenge our joint force and undermine U.S. interests. Both Russia and the PRC target GPS and other vital space-based systems, and we've seen both countries conduct operations against us an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egrade our space advantages.
希克斯是讲，中国伫2019至2023年太空发射的次数增加1倍，干来看2023年都有66届，其中有效收载有240个，美国有超过2500个有效收载。这种的发展对台湾来讲，唔但爱注意太空本数，还佫有太空碎片，另外对无法度控管的侵扰这个可能性，原来会有增加。不只是说中国可以透过卫星能力去进行情报监视侦查，那几分钟之内就会到台湾上空，所以我们的反应时间很短，跟世界各国在进行所谓太空状态觉知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反太空能力会让太空不仅在比方说跟台湾发生武装冲突，让太空能力变成中国首要目标之外，也很方便中国去执行所谓的各种灰色地带的袭扰。学者指出，为初九下晡国防部发布中国卫星发射的警讯时间来看，代表台湾有能力即时侦测。中国10月原来有2届火箭发射的安排，学者认为台湾需要强化太空的状态警觉能力，才会当增加太空本数的预警防范，并确保台湾的太空能力会当平稳进步。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日本的军事安排。日本头一队两栖部队最近是举行夺岛演习，这队伍当中是真罕见女兵参加。指挥官就指出，因为这阵现代人囝稀少，调女兵就是未来趋势。这挂女兵也表示，真愿意伫咧前线作战。两栖部队的士兵江秋林挺按海上自卫队登陆南出海。日本战后头一个水陆两栖机动团，日前伫西南部安美群岛的德之岛做登陆夺岛的演练，其中有真少数的女兵参与这届的演练。一般部隊ではない海から陸に上陸してから島を奪還する一連の流れとかの動画を見て、最前線の部隊でこう頑張っている姿とかを見て憧れて希望しました。想到两栖部队的兵啊，拢是身体臃肿、训练精良，而且女兵爱接受和查甫人同款强度的体能训練，先決條件就是一定愛適應天來海去的船頂生活。酔いは今のところちょっと二日酔いの軽い感じがある時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吐くほどはないです。按作战到造家境的职務，兩棲女兵無輸查甫人，大人攏會當做。唯一無共的是，為咗避免軍中性騷擾重演，因為困境禁止查甫人入去。こういったものがハラスメントに該当するんだよ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も含めて、教育を継続的に、かつしっかり一人一人に伝わる形で力を入れ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だと思います。這個精良部隊的指揮官講，受到少數化的衝擊，徵調女兵是未來的趨勢，要求因保衛國家，嘛要保障因的權益甲尊嚴。日本憂心中國直直增加的海上活動，恐驚會入侵日本伫東海的離島，另外還有北韓甲羅西亞的威脅，所以2018年成立這個兩棲部隊，其中女兵敢若佔1.6%，啊那規個自衛隊的女兵嘛無到9%。不過未來會當看到更加多女性加入。公視新聞詹慧敏編譯。德國、法國這幾天攏有抗議活動。德國的火車工會是要爭取減少逐禮拜工作時間，佮要加薪水。不過超無好勢，宣布罷工3天，這就造成真濟乘客無車通坐。也若是法國，是警察坐雙層巴士佇咧巴黎示威，因為因指控講這半年後就要辦奧運啊。不過政府對迄當陣的警力規劃也無清無楚。車站內無列車行駛，少數乘客佇邊仔等，唔知什麼時陣才有車通啊坐。這拄好過完新年假期，德國鐵路就因為勞資工時加薪水談判講未好勢，中國鐵路提早起大罷工3日。Die Leute arbeiten viel Zeit, mehr Stunden mit weniger Geld. Die Preise wechseln jeden Tag, jede Woche sind oben. Und dann, das ist normalerweise, das ist normal, das ist selbstverständlich, dass die muss protestieren, muss das. Aber es ist traurig, wenn man im Gesundheitswesen arbeitet. Wir arbeiten in einer Seniorenresidenz und wir müssen zur Arbeit kommen. Ne? Und wenn da jetzt steht, die Bahn kommt und auf einmal kommt die doch nicht, schon ein bisschen blöd. Ne? 貨運列車司機已經佇初九暗開始罷工，客運司機是佇初10透早罷工。目前德國開行列車多數攏停駛，只剩1/5的長途高鐵有運行。
工会去年底开始甲资方谈判加薪，佮要求将轮班工人的逐礼拜工时为38点钟减少到35点钟。资方是提出加薪11%，佮提供奖金，但佮缩减工时，佮无减薪是无可能。双方谈判陷伫死局，工会决定罢工施压。另外，伫法国上大路的是平常维持特殊的警察，数百名警员齐集在商店巴士，伫巴黎游街抗议，因指出，过几个月就要举办巴黎奥运，政府下令警察动员维安，但过警员爱做啥物、安怎轮班，全拢无清楚。Il voudrait que tous les collègues soient présents. Les collègues ne savent pas sur quelle mission ils vont être employés, les cycles horaires qu'ils vont être obligés de faire, les gardes d'enfants, puisqu'on a beaucoup de parents qui travaillent dans la police. 基层工会要求政府提出明确的工作规划，佮向所有警察发1500欧元，大约代表52000块的奖金。巴黎奥运会伫7月26开幕，预计迄天会出动3万名军警维安。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美国拉斯维加斯当咧举办2024年消费电子展，有真侪全球头一届推出的产品，亲像是这大寸尺会当凹的电视。不过这价钱嘛真惊人，上贵是爱超过3700万台票。另外，还有根据表情提供心理建议的镜，结合 AI 提升行路速度的 AI 等等，做伙来看。轻轻试遥控器凹起来，荧幕就会当拍开，比作是可以关为一个超级大电视。而第二电视品牌伫 CES 2024消费电子展发表3款会当凹起来的电视，包括103寸、137寸和户外的301寸，价钱嘛对465万台票，高上贵超过台票3700万。现场展出的电视，第一设计上毋是使用凹起来的荧幕，是甲5个直式的荧幕用正有路的方式倒做137寸的荧幕，透过自动校正技术来消除黑色的接缝，互看的人有真好的视觉效果。He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I'm feeling great today. You seem to be in a fantastic mood, and your smile is utterly contagious. 法国一间智慧健康科技公司是发表全球第一款 AI 的智慧镜，会当分辨使用者的情绪，而且帮助因来管理压力。根据官方的介绍，这款 AI 的镜是透过点和使用者的手势、语音的指令来分辨无同的情绪，佮会当根据使用者的心情来调整内容。If you are feeling stressed, it's going to recommend you a relax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good thing is, like, since we have the mirror, we can combine light, sound, and display at the same time to create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your meditation. 结合 AI 技术的还有增速仪，主要是针对需要常常行来行去的外送人员，抗报告的程度，也是爱伫个户外顺时检修的工作人员打造的。去年宣布推出10组链仔，讲是会当互行的速度提悬2.5倍，售价是超过台票43000。今年是甲链仔组减少到6组，意思就是重量减轻，但是行路的速度煞会当减3倍。按算伫今年的7月上市，但是还未公布伊的介绍。The faster you walk, the faster they go with you. The slower you walk, they slow down with you. They all synchronize with the walking pace you have. 另外一款是甲智慧手机仔的保护壳，荧幕下骹来加实体的起盘，起盘的形是圆的，齿子是实体控做的，佫会当发光。齿子含电路板会当贴，要清的时阵较方便。价值是对4300台票起跳。保护壳有2种色，一种是亲像大黄蜂的黄色，另外一种是敢若伦敦的天顶，看起来拢是普普的朴色。公司新闻新就不编译。来要录影，驶房车出门上界舒适。不过，这传统的房车慢吨，电动房车佫惊无所在通充电。即阵美国加州就有一间新创公司，因是利用设计 iPhone 的经验设计电动录影车，听讲操作起来是真简单，做伙来看卖。All right, welcome home. 真看各光的设计，这是加州新创公司配合上新推出的电动录影车 Flow。创办人尤秉瑞有9年 iPhone 研发团队经验，伊甲来自苹果、特斯拉等公司的人才，以电动 RV 界的 iPhone 为目标，打造全电动录影拖车 Flow， 希望带来 iPhone 同款的操作体验。It's an all-electric, hassle-free travel trailer. It's also a semi-autonomous vehicle and a next-generation smart home, all 3 in 1. So with this, we have a 45 kilowatt-hour EV battery that our user can live off the grid for up to 1 entire week.
硫酸活性减高美观，甲减少空气阻力两大功能。佩普福乐有1000瓦太阳能板、45,000瓦点钟的大容量电池，会当强电1天，无论是停止拄定公路、路径地点，都会当继续充电。也阁有只要伫边仔操作，爱摕mini平板，福乐就会当刷动，连靠也是下里所拖的车辆，所有动作只要用手镜头啊回忆就会当完成。若甲传统的房车比，佩普福乐的内装设计更较瓦劲，所谓游牧民族。有长岛会当办公，车内有大眠床，也有一张会当收藏的小人床，会当困4至6个人。Unlike a traditional RV, people only use 2 to 3 weeks out of the entire year. Rest of the time, you just sit in storage. It's actually really wasteful, right? We designed this to be never idle. You can use this as an RV if you want to go travel with your family. You can park this in your backyard and use this as an additional room or office or a guest room for your home. 佩普福乐有计2024年底上市，计销大约12.5万美金，大约新台票384万。美国露营车产业协会观察到，疫情了后，大众更加想要挖进大自然。美国买露营拖车的年纪当咧下降，那少年世代关注全球暖化议题，也影响伊较爱买电动拖车，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公司新闻感文编译。3公尺悬、300公斤重，有史以来上大只的灵长类动物波氏巨猿，为什么会灭绝呢？时阵科学家是总算找到答案。科学家发现，这波氏巨猿伫咧20万年前，因为环境变化，食食减少，加上因为伤过大只，就行袂远，无法度去其他的所在找食，落尾只剩树皮、树枝通食，才会长种。用模拟图来比较，是规个比一般的男性悬一倍。这种身悬有3公尺、体重有300公斤的波氏巨猿，是地球有史以来上大的灵长类的动物之一，因即马已经灭绝。It was thought to be a close relative of human, or even direct ancestor of humans, but now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Gigantopithecus is a close relative of orangutan. 科学家一开始是伫香港一间中药店发现巨猿的大手器，就真好奇讲因是安怎会灭绝。后壁佫小连续发现巨猿的四底下骸骨，佫有差不多2000支喙齿，其中有几百支是伫中国广西凤冈找到的。经过10年一直去学，使用6种无共技术去鉴别化石的年岁，美国、中国和澳洲的科学家联手来确认，上古早的喙齿是一直到200万年前，时间上近的是差不多25万年前，因继续来解密，确定这波氏巨猿差不多是伫19万到21万年前开始减少的。The cause of Gigantopithecus extinction is mainly the stress, because when the environments changed, the food that Gigantopithecus preferred became less. 科学家解释讲，这段时间环境发生变化，波氏巨猿原本大的树啊真侪树篮，开始转变做空阔的草坡，因甲伊的水果嘛对咧减少，加上因的体型是无法度走伤远，落尾干那会当靠营养较歹的树皮和树枝，渐渐灭绝。比起来，体型较细的中国猩猩，行动较溜俩，颠倒会当去挽着搁较侪种类，亲像果子仁也是种子等等，互伊因为安尼会当活落来。科学家指出讲，各界巨猿消失的目的，毋但是增加知识，阁会当帮助人类去应对有可能发生的第6摆大灭绝。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